你正在收聽 One Way Radio 每日靈修節目，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話語、生活經歷寫成嘅材料，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，每日都得到更新。喺生活中，嗰啲最璀璨、最美麗嘅事物，往往並唔係喺輕鬆愉快中被塑造出嚟嘅，而係經過火爐咁去試煉鍛造而成。有時上帝賜俾我哋最寶貴嘅恩典，竟係喺淚水中，喺漫長嘅等待裏面，甚至喺看似無法修補嘅破碎時刻當中形成。正係喺嗰啲痛苦嘅階段，我哋生命被煉淨、被提煉，以至於發出前所未有嘅光輝與價值。今日2025年11月13號，每日靈修節目邀請各位聽眾與 Kim Lanny 作者去思想上帝嘅話語，主題在試煉中讚美上帝。當我訂婚嘅時候，手上嘅鑽石戒指唔單止象徵住我未婚夫嘅愛，更係上帝垂聽禱告嘅明證。每一次我炫耀嗰隻戒指時候，無論只係傳俾我侄女或者好友嘅一張照片，我都唔單止喺度分享緊喜訊，更係喺度作見證。你們來看上帝所行的。詩篇66篇5節。詩篇第66篇就好似一首悠揚嘅背景樂，伴隨着我成個訂婚嘅時期。但係我讀咗越多，心裏就越受到挑戰。呢一篇詩篇忽然轉咗個方向，詩人唔單止呼召萬民嚟頌讚上帝，使人得聽讚美他的聲音。詩篇66篇8節，仲回顧嗰啲艱難嘅困苦，並且將佢哋視為獻上讚美嘅理由。神啊，你曾試驗我們，熬煉我們，如熬煉銀子一樣。詩篇66篇10節。我心裏不斷係諗，我點樣先能夠喺痛苦嘅操練中，仍然真心感謝上帝，而唔係帶一絲嘅虛假呢？就喺我沉思嘅時候，我又低頭望住手上嘅戒指，呢一個係我經常會做嘅動作。嗰一刻，我心中似乎有咗新嘅領悟，可能正係呢一隻銀製嘅戒指，能夠幫助我更深咁明白其中嘅真理。我開始查考古人係點樣去煉銀，原來銀首先要經過試驗，然後俾岩碎同鉛混合一齊，放入火中熔煉，去除雜質，直到能夠清晰影出工匠嘅面容。呢個過程唔單止解釋咗嗰節聖經嘅含義，亦都映照出我自己嘅訂婚經歷。當我學習關於煉銀嘅知識時候，我明白咗上帝嗰位偉大嘅煉金匠。馬拉基書3章33節，佢煉淨咗我嘅心，為要使到我預備好迎接一段聖潔嘅婚姻。亦正因為係咁，即使人生如同烈火咁炙熱難熬，但我仍能夠真心讚美佢。你有冇曾經懇切咁向上帝禱告，卻係被重重嘅打擊、困惑甚至傷痛呢？我就曾經有過咁樣嘅經歷。我曾經為自己嘅感情不住祈求，並喺上帝話語中尋求佢嘅旨意。當我確信佢已經指示我，嗰個人就係佢為我預備嘅另一半，對方卻提出分手，我崩潰啦。然後回首過去，我睇見正係嗰段痛徹心扉嘅經歷，使到我嘅心碎被柔軟，為到試煉作好預備，正如銀礦被研碎，好讓佢能夠經得起火嘅鍛煉。古時嘅銀匠
會不斷將礦石放入火中熔煉，直到雜質浮上表面，再一層層咁去除。佢會一直熬煉，直到能夠從銀子中清楚睇見自己倒影嘅形象。上帝亦都喺我心中行咗同樣嘅工。嗰段時間，我焦急咁盯住手機，渴望收到佢嘅訊息，渴望聽見一句安慰嘅說話。直到有一日，我警覺自己尋求從手機裏得到安慰，比從上帝嗰度更多。嗰時候，我就知道雜質浮現嘅時候，我已經將愛情變成咗偶像。我深深悔改，一點一滴咁，我讓聖靈嘅火煉淨我，焚燒污穢與執着，讓上帝再次成為我生命中起初嘅愛。而當呢件事發生嘅時候，我發現自己能夠更真誠、更完全去愛嗰個人。當上帝使到我哋重新走埋一齊，我嘅心已經能夠更多咁反映出造物主嘅忍耐與慈愛。當然，我嘅心仍未完全被煉淨，但我從煉銀嘅過程中，又學識一個功課：銀子始終係保持柔軟可塑，佢可以被再次熔煉、再次提純、再次塑造。同樣，如果你嘅婚姻似乎正走向破碎，你嘅愛情正在經歷考驗，或者你覺得單身嘅生活太寂寞，咁嗰隻戒指就會提醒你，嗰位偉大嘅煉金之主正在煉淨你，使到你能夠反映出佢自己嘅形象。佢能夠再次去恢復更新你嘅心，讓我哋喺烈火之中仍然讚美佢，深信佢正在煉淨我哋嘅心，以致映照出佢嗰一份純潔嘅愛。讓我哋憑着信心去宣告呢一句說話，作為一個被改變嘅生命見證。神是應當稱頌的，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，也沒有叫他的慈愛離開我。詩篇66篇20節。阿門。我哋一齊禱告。天父啊，求你教導我喺熬煉嘅火中，仍能夠信靠你。求你去焚燒我裏面一切唔屬於你嘅事物，塑造我嘅心，使到佢柔和，願意去愛，並且順服你嘅旨意。無論喺喜樂或試煉之中，我渴望能夠散發出你嗰份純潔嘅愛，並且係不停咁去歌頌你嘅名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各位親愛的聽眾，如果你正在徘徊痛苦於炙熱嘅火焰之中，請記得，火焰嚟並唔係要毀滅你，而係要煉淨你，使到你嘅人生更顯珍貴。越係經歷艱難與試煉，你嘅心就越係被鍛造成聖潔，能夠更清楚咁去反映出造物主嘅光輝。當你回首過去嘅時候，嗰啲舊日嘅傷痕將唔再可見，取而代之嘅就係一顆更新嘅心，更柔和、更光亮，並且更清晰咁映照出佢不變嘅愛。各位聽眾，祝你哋過着蒙福嘅新一天，明天再見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主耶穌，或你有任何難處顧慮想同本節目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喺 Facebook 嘅專頁留言，或電郵至 chiase@oneway.vn。主耶穌愛你，本節目期待與你建立聯繫。